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世间的苦啊，要离散雨要下，世间的天大家好，我是李灿走多远首先很感谢大家从各个地方赶到剧场来观看我们的演出。平凡的我今天要很抱歉的跟大家表达一下歉意，因为陈日君突发急性肠胃炎，并且易发高烧。虽然他很想坚持演出，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相应的应对措施，但是他现在是高烧一直推不下去，而且越来越虚弱，我们就无法完成演出。我们再次向大家表示歉意。我依然爱着，人世间值得。有多少苦乐，就有多少种活法。